开9年时间进行高级修复，这国家铁道博物馆明仔载要开放第一阶段的展区，其中呢上界引爆的就是这会当坐这拿皮柴油火车游览规个园区，这也是唯一伫咧台北市区内面驶的火车。 拿皮柴油客车慢慢经过国家铁道博物馆园区的古迹建筑，甲景观绿廊，总算到站。这是经过专业人员辛苦修复了后，正式出现拿皮柴油客车，也是将要对外开放第一阶段的展区中上大重点。完全复刻，而且修得非常好，完全跟新车一样。铁博馆自己来负责这个营运，所以会做动态展示。一个博物馆哦，光静态不足以吸引很多的铁道迷。 博物馆园区进前是台北机场，2015年获指定做国定古迹。文化部表示，这摆开放的区域包括2000年劳动节迄日获指定做市定古迹的员工浴场。蒸汽机车维修，利用它的热加以回收，来放在那个冷水里面，可以在里面来冲澡。徒弟要帮师傅擦背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。 在行政院周德荣台顶人的主持之下，透过启动仪式，正式宣告博物馆展区都要开放，准备引起咱国民众的细汉时阵铁吉路回忆。文化部强调，铁博馆收藏86台的老火车，数量无输世界的大型铁道博物馆，其中60台已经修复完成，未来拢有机会伫铁博园区复驶，串联无共世代回忆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